后来的这个过年时啊，厝内放一盆花，真有气氛。中华参美花市业者讲，今年的天气好，花会产量多。虽然顶礼拜的计数落1成到2成，但是这礼拜需求量增加，计数搁回转来咯。啊，愈晚年业绩是愈好，最近就升涨3成左右。中华参美花市有够热闹，来遮景会民众阁真正袂少。来啊，嘿，上好啊。卖菜的过年都要开啊。后礼拜就要过年啊，民众捡盆栽放伫厝内，好看阁添喜气。业者讲，这个喷火排行榜头一名就是王来花，介绍俗阁好看；第二名是三色菊花，红色、黄色甲粉色的色彩真缤纷，阁有淡雅的青芳味，同款是民众的最爱。这个叫玫瑰百合，然后这个是多重瓣的百合。好，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它香味蛮香的，就有一个清香的味道。然后重点是它没有花粉。哦，它里面是没有花粉的，所以一些可能会怕过敏啦，或者是怕被花粉沾到的，可以考虑这一组。然后，业者讲，今年寒天的天气较稳定，花产量增加。顶礼拜本来花计销有落差不多1、2成，不过这礼拜因为接近过年啊，需求量增加，花计销有较回稳，估计到过年业绩会使阁增加2、3成。